事业将无成功，不能以有道德的朋友为伍，行为难得光明。请想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，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避袂着上苦。什么缺世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苦了苦，你将也着快乐。赢你哦，赢你哦，毋惊失败赢你哦，用心付出为撇步。什么上困难，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避袂着上苦。什么缺世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那个讲话忝啦，电扇还袂换好吼，就困去。谢老师啊，今回吼讲的话拢是实实在在，拢千真万确的啦。我就抓，我会用认真加保证，伊绝对无讲到半句袂插落。吼。哦，俊宏呀，你放心啦，我会尽力。再拜托你啦吼。其实这个案件是使和解，我来甲对方讲，一定会和解。你有愿意无？谢律师，我想要告伊，我敢袂用去告伊啊？当然会使啊，也毋过，即嘛是伊林永伯对你先提出告诉。啊！伊也敢提出告诉？律师啊，你敢知影？阿妹仔自己那时阵都还认知到即阵呢，伊有啥物资格让我提出告诉？安尼敢变告起你？你先莫激动啦，赶紧无，阮咧提出告诉，阮就要有证据。你有证据无？我就是证据啊！你就是证据。安怎？袂用的信？伊是当事人，袂使做证据。安尼要安怎啦？这谢老师啊，安尼要安怎啦？你拜托我，你着爱想办法啦。谢律师，伊咧甲我认罪的时阵，敢若我甲伊两个人，我若是袂当做证据，我是要去代替证据啦。是啊。好啦，既然检警要对永伯提出告诉，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。根据我的调查，检警要就记得有案底。啊？案底？什么案底？有窃盗甲妨害风化。窃盗妨害风化？哎呦，阿梅啊，你当时有一款窃盗甲妨害风化案底，我来毋知影啦。哈，啥物时阵的代志？你莫问啊啦，我知啦。啊，就算毋知影哦，进前伊甲咱摕背包无，迄个窃盗啦。啊，搁进前逃，伊代替去有人客，迄个做妨害风化啦。哎呦，但我是伊的阿嬷，你是伊的阿爸，但咱若无甲提出告诉，安尼也有准算。有啊，人咧检察局就生前爱做笔录的，哪有法度？安尼哦，安尼要安怎就好啦。迄人，小老师，
拜托拜托，你一定爱想办法，吼。好啦，这个问题我等去研究，你放心啦吼。好啦，好，再麻烦你。再拜托啊！妹啊，你看你啦，都是少年唔捌代志的一轻重啦，啊做甲这款代志，即阵才来咧承担这个后果。哎呦，安尼敢有价值？阿妈，我有一件代志，想要拜托。什么代志你讲啦？迄天，就是美国阿姊结婚迄天，我毋是去变数，是啊。我经过一间花店，我看到内面有足侪红包，我就踮内底抽几个红包出来，是啊，内面大概有万外块，你敢袂去摕落，摕去行去？哎呦，阿妹啊，人家结婚的红包你哪会去共摕啦？安尼是真歹结条，你毋通害美观咯。阿妹啊，你就是安尼心袂好受啦。莫怪阿嬷吼一直甲你骂啦。哎呦，你吼生样有够菜。我袂赴啊，我袂赴啊！我真正气啊！我第二天上班就讲袂赴，我真正要去头家暗时啊！你若发生好啦，好嘞，好嘞！我真正袂赴啊！哎，真正。啊！多谢你，多谢你。啊，谢你啊！安怎？4点困过头啊？阿母，是的啦，是我困了伤晚，袂赴继续上班啦。啊，伊昨昏是几点转来哈12点外。 12点外。哇，暗顿拢无安怎困啊？美娟啊，我甲你讲吼，迄志忠的身体哦，你爱好好啊照顾。伊即马哦伫外口拍拼吼，啊，迄3顿哦一定无照时间食啦。啊，伊啊转来吼，你要穿较好的，甲伊补一下，知无？我知啦，我较等来买啦。嗯。阿母，我想讲，若明仔出去买物件，会当时送我去阮阿伯因兜无？你去遐有啥物代志哦？算起来，遐嘛是我的后头厝。本来今日应该甲志忠会门啦，啊，志忠都爱上班，所以我想讲家己转去啦。这嘛是应该啦。好啦，你转去啦。多谢阿母。对啦，阿母，啊，你免无闲，我会赶转来志忠兜。免啦，我吼免你烦恼啦，我食啥拢会用的啦。你若要烦恼，烦恼你阿爸啦。你徛伫遐创啥？你毋是要出去？紧去换衫。哦。陈秘书，搞早。记得哦。歹势歹势。有紧袂？啊是是。总经理，搞早。即摆几点要到遮？即马。报告总经理，9点15啦。歹势，我迟到啊。你敢知影？咱公司有规定，若迟到拢要受处罚。是总经理，我愿意再受处罚。你桌顶有早顿，家食食的，这就是处罚。啊，搁有，是。把今日报纸看看，看啥重要消息，转来甲我报告，我去开会。是总经理。简金妹，
这敢毋是阿福爸去查某囝？安尼发生这款代志啦？喂，志忠啊，什么代志？搁要找美观哦？哎哟，伊出去啊啦，无伫个啦。啊，伊是去倒啦？今仔日回门啊，啊你去上班，伊就家己转去啊。有啥物代志吼，你就甲我知。我。话还要讲煞，甲我挂断啊！你创啥哈？奇怪，阿母毋是讲美观今仔去伊陪因遐，安尼无人接电话啦？这件代志一定袂使阿母甲阿爸知，啊无阿爸一定搁惹麻烦啊！阿伯，姨妈，阿妹啊！哥，安尼无人伫个啦。你喺倒啊？我要开行行的啦。规工无见面，就要去看人啊吼！你要出去行行的，哪会遐尼拄好哈？闭关要回门，即马去阿姨因兜啊，啊你搁要出门？哎呀，我毋知影是毋是恁爸仔囝吼串通好势要来骗我啦，陈建昌啊！毋是我爱讲你啦，你嘛替恁查某囝吼小想看觅的。伊是为虾米要嫁互志忠哈？伊嘛是希望讲吼，咱莫搁冤家啊，好好啊过日子。你讲安尼继续落去吼，敢对会去美观哈？哇！你是讲啥袂哈？有一去着呀哩哟，相逢赢着才可了苦。你是讲啥袂哈？你现在吼，拢要甲我怀疑东怀疑西哈？我就讲我要出去行行的尔，啊你就咧谢谢念哈？你敢讲袂当相信我是？哦，迄是凭啥物互我相信哈？你家己想看觅哦，为少年到即马哦，为周文义到简金梅哦，你骗过我几摆啊？你家己讲哈？爱我相信你，这种话你也讲会出嘴哦？好啦，我莫出去，安尼就好。哼。喂，志忠啊，啊你搁有啥物代志啦？阿母，阿爸管是转来袂啦？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伊去找姨妈啦，还袂转来啦。啊你有啥物代志一定爱找美观哦，你袂当甲我讲哦。无啦，无代志啦，吼，好安尼啊。奇怪，阿爸管因是会走去倒啦？总经理，今日讲啥物重要的消息？啊无啥物重要的消息。好，总经理，这是今仔报纸跟公司业务有关系的重要消息。对啥？公司有关系重要消息，你来讲无？总经理，陈志忠，你今仔迟到我拢无怪你，想做代志，佫再无认真。歹势啦，总经理，后摆我会改进。陈秘书，
秘书，麻烦你甲陈志忠安怎看报纸？阿母，我转来。啊，你毋是转去后头厝，哪会遐尼紧就转来？我转去，伊就拢无人伫个啊。阿母，啊你面色无通甲偌好，是毋是发生啥物代志？无啦，无啥物代志啦。哦，李官啊，你嘛甲志忠讲一下，迄上班哦爱较认真的啦，莫一直敲电话找你啦。虽然讲吼，恁才拄结婚尔啦，啊，毋过有啥物话吼，转来厝的才讲啦，爱一直敲电话。我一日到晚吼接你的电话就好啊啦。好啦，我会甲讲啦。啊，搁有啦，我问你，你敢有甲你阿爸约好今仔日要出去？无啊，啊，你今仔日要转去后头厝，你有甲伊讲无？嘛无咧。好啦，无代志啦，你去无用啦。好啦，阿母啊，喂，你莫去吐大气，莫去烦恼啊啦。啊无，你先去休困啊，吼。我哪有迄个心情等我休困啦？哎，对了，阿豪，身躯边有钱无？摕2万块我来，紧。 2万块？是啊。啊，你遐侪钱要怎？哎，好啊，拄则吼，你送个谢律师出去的时阵，阿妹也甲我讲呢，伊讲吼，志忠甲美馆结婚日天啊，阿妹也无4月状啊，走你咱房间内去抽个红包呢，啊，毋知讲抽几个，差不多10万外块的款啦。我看规去摕2万块来，我紧摕来下啦。哎呦，阿妹啊，手哪会遐贱啦？啊，这查某囡仔怎么哦。讲这拢无效啊啦？伊已经知影毋对啊，叫我提现啦啦，紧去啦。 好啦好啦，但我裤底也无钱，紧改落去摕去。啊！阿母，安怎？欸，我问你啦，阿妹啊，大英养爸这代志吼，你想建昌甲淑珍，还阁有志忠甲美馆，伊毋知影无吼？因都毋知影啦，啊，咱也无甲讲啊。也无阁报纸订几落工啊呢？哟，报纸牵几啊工啊吼哎呀！嘿，袂用哩，袂用哩，这代志绝对袂用建昌知影，互建昌知影，又搁糊糊撞，啊，哪互淑珍知影，规个家庭搁如苍苍啊！啊，即摆美馆搁打结婚尔，啊，你袂用互知影，袂用知，拢袂用讲哩。是啊，我嘛是安尼是咧烦恼你的。紧嘞，你紧去摕钱好啊，我同我来因兜一撮，甲探看卖影一下。哦，要紧，我紧来摕，我紧来摕。唉，这阿妹啊，这个囡仔吼，啊，咧先甲骂都骂唔听啦，唉，知影真惨。 你哟呀你哟，有一刻中呀你哟，俗风赢着才苦了苦。总经理，是暗时啊过来加班。你哪个啊做今加班的哦？无啦，毋是。陈志忠，我看你今仔日拢失神失神，做代志嘛无认真，是毋是你厝发生啥物代志？我知影啦，伊拄啊结婚，你咧想恁某对无？哦，毋是啦，毋是因为即件代志啦。你休息安怎？总经理，你好好看卖无？安尼唔好啦。你先等去。总经理，你的意思是讲？我无要甲你洗头路啦，我是讲你今日免加班，先等休困。
写创起。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啊，最主导演是谁？演啥物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啊，人生的舞台。啊，有幸福悲哀，啥人问怪我的不爱这款的安排？啊，演出怎精彩？啊，有缘爱落台，人生的剧本好歹家己写出来。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。